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2日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一开始来看美国911恐怖攻击事件发生到今已经18年，包括美国白宫、纽约5角大楼、甲宾州等所在，拢举办纪念活动。美国总统川普伫7日嘛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积极来抓恐怖分子，嘛要严格来制裁甲恐怖分子进行交易的银行。 美国总统川普甲第一夫人梅兰妮亚伫白宫举行追思会，伊是简单又不隆重。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挟持4架飞行机做武器，将2架弄到纽约世贸大楼，和北塔甲南塔拢放起。美国国防部的5角大厦嘛去飞行机弄掉，毁损真严重。川普 CEO 嘛去5角大厦参加纪念活动，伊嘛。 发表insight. 18 years ago, the terrorists struck this citadel of power and American strength. But the enemy soon learned that they could not weaken the spirit of our people. In times of distress, the heart of the American patriot only grows stronger and more determined. Even in the midst of the attack, the world witnessed the awesome power of American defiance. 纽约世贸中心遗址赶快举行追思会，有人撒花，有人撒亲人相片，纪念迄天过往的亲人甲朋友。It's tough. It never healed. It's 18 years later, and my heart is still broken. But I come down here so we could never forget. 副总统彭斯接去迄当时，另外一个飞行机摔落地点，宾州的桑克斯威尔斯护军发表演说，第4架飞行机自本是要弄白宫，飞行机顶头乘客甲歹徒相拍，最后摔地遮，全部人员拢罹难。As I stand before you today, I say from my heart, I will always believe that I and many others in our nation's capital were able to go home that day and hug our families. Because of the courage and selflessness of your families, the heroes of Flight 93. 川普佮伫7日发布一项行政命令，扩大行政单位打击恐怖分子，处罚甲因进行交易的金融机关。记者综合报道。 911事件虽然已经过18天，也毋过当初幸运活落来人，毋那伤痛是一世人的。消防人员甲职工因为当初救灾产生的后遗症嘛是真严重，后来有上万人得癌症，佮有一寡当初伫附近上班的民众，甚至30外岁就得癌症。 今年44岁的菲比雷特豆豆行到曼哈顿下城，遮自本是世贸中心。过去伊上班的公司大楼就伫咧附近，不过即阵遮却是夺走伊健康的上心地。菲比雷特讲，911恐怖攻击发生了后，当局要求大家赶紧回归正常的生活，所以伊伫咧几天了后就回去上班。不过无人甲提醒，讲世贸大楼倒去了后，伫咧空气中释放出大量包括戴奥辛、石棉，也有其他会互人得癌的化学物质，佮加上伊住的所在。 离世贸中心无偌远，所以伊怀疑911就是特殊伊伫咧3年前得癌的凶手。And it was determined that because I was down here and I had so much exposure to it, my cancer was most likely related to 9/11. You know, and then also developed in my lungs. Never smoked, never did anything, but it spread so rapidly also. 37岁得大肠癌的法勒也指控，迄当时的政府无尽到保护民众的责任。伊伫咧2001年到2003年期间，定定到曼哈顿下城进行土地调查，可能因为吸伤侪有毒的空气，转得癌。Yeah, I mean, my wife asked me, did terrorists cause your cancer? I can't say with 100%, but I do know that. There could have been better efforts to limit the exposure of healthy adults from entering into the disaster area and breathing the air and being put back to work. And 根据官方统计，迄当时进入世贸中心现场救灾第一线的消防人员，也有斗拼屠夫几6个月的志工，有上万人得到癌症。也来继续伫咧当地做工课的人，有21000人的健康出问题，其中4000人得到癌症。有几份研究也指出，迄当时伫咧现场吸有毒的空气的人，得癌的风险确实比一般人加1成到3成。那随着因的年岁愈大，风险也加愈悬。美国总统川普也因为安尼，甲资本申请赔偿的期限为明年年底
到期，然后到2009年，阿菲比雷特甲法勒即阵拢委托律师办理这项手续，只是搁较侪的赔偿金，也无法度将因的健康换倒转来。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要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报纸新闻。中国时报是指出，总统蔡英文礼拜一才接见咱国友邦所罗门群岛外交部长。也毋过，澳洲领报9月11指出，所罗门群岛总理苏加瓦瑞7月份接受访问的时阵讲，台湾对因完全无路用。在外交部长嘛回应表示，总理的评论并无反映两国的关系。咱伫所罗门大使馆嘛甲总理继续沟通中。再来看《苹果日报》已经举办11届南台湾音乐节，大港开唱。早暗发声明表示，明年无要办咯。主办单位指出，感受到愈来愈大压力，嘛感觉高雄市政府对活动并无支持。未来继续办，还是去其他所在办，阁未决定。当朝联合报来看，当朝2点已经是13年住伫机构的四大人拢无受惠，每个月3万到5万费用，负担是正重。昨卫福部长陈时中是宣布，拍算要定额来补助每个月几千块，直接来拨予机构，有4万外人会使受惠。再来看屏东县邦寮乡镇顾问李明基，伫8月18去香港刷来就失去联络。昨中国国台办是证实李明基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目前依法审查中。伊的好朋友邦寮乡长是表示，李明基只是一个普通的生理人，上无讲伊啥那开红掠。陆委会佮海基会嘛呼吁中国爱交代好清楚，唔通互伊成为第2个李明德。据我们了解李梦居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已被依法审查谢谢。屏东县邦寮乡公所顾问李明基8月18到香港，20号向香港失去消息。中国国台办11号证实，李明基正在中国接受审查，不过涉及罪名甲拘禁地点无进一步说明。陆方应立即就李梦居先生目前遭限制人身自由之关押地点，以及他所涉及违反的法令，以及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等相关事项，要进行完整的说明。陆委会表示，强烈遗憾，强调3摆向中国相关部门询问，不过中国拢无对台湾甲家属通报说明，严正呼吁中国爱妥善处理。总统府也声明表示，高度关切，会以确保李明基人身安全甲相关权益，投入各项必要协助。邦寮乡长李家林甲李明基是熟悉10多年的好朋友，伊表示李明基伫特区上班，经营代理科技产品到台湾甲中国，只是一个小生意人爱交朋友，不过无特别参加政治活动，唔知为什么会被拘留。我知道他过去有在美国留过学，那也从事很多商务行销的工作，在这个部分他有他的专业，所以我们在5月的时候特别聘请他来担任本乡的乡政顾问。网络上有人自称是李明基的朋友表示，19号早起，李明基为香港深圳南山讲生意，2人中到伫福田食饭。下晡坐计程车去买电池，20号早起，也佫以微信问一寡产品的生产商。但阿定也证实，这份行程内容该知影同款。李明基18号到香港，曾经因为好奇外出看反送中情形，最后改联络，同款是20号早起。不愿意遇到这样的事情，那家属也非常的担忧跟担心，但是也积极配合我们的政府的安排去做相关该有的一些措施，尽快来协助处理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不要人沦为下一个这个李明哲一样2014年关心中国人权的李明德也伫中国香港失踪，随后遭到审判入监。为了避免李明基成为第2个李明德，家属低调无言假讲，除了台湾政府单位，海基会也表示会积极协助，呼吁中国依照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甲司法合作协议，保障李明基合法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香港的反送中运动继续，最近是采取流行的诉求，香港民众以无同款的方式创作来唱出因的心声，只有部分地区的抗争有发生流血冲突。新城市广场拢是人拍开手机电话，唱香港民众创作歌曲《我愿演讲归香港》。
甲过去反送中行动定发生激烈抗争无同，在暗时，香港人用温柔的方式，用歌声要求政府回应5大诉求。各地活动拢算是和平，不过也是有些冲突。手抱一个走音的查甫人，用手机翕当地商场唱歌的香港人，因发不满，就发生冲突，造成这查甫人受伤。落尾是防暴警察到现场保护伊离开。那当地日内瓦召开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2摆会议，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主席何超强出席，嘛发言谴责这段时间香港示威的暴力行为。In the 95 days since June 9th, Hong Kong people have been plagued with 130 protests, in which over 110 ended in unprovoked violence and unlawful acts, driving hundreds of small businesses to close down and many workers jobless. Ordinary citizens are the hardest hit victims. 伊个讲到有学生为学校或者是网络向鼓励参加罢课，万反警察甲反政府观点，呼吁国际社会谴责这些人甲网络红人。那发动罢课的学生会设定13中秋进前，要求政府回应诉求，无因无摆渡抗争行动会搁再增强。迄暗有民众嘛计划伫西山大家手牵手，个面顶已经申请10个，要搁再发动大游行，呼吁拥护派抗争者甲和平理性非暴力派斗阵上街头。到时阵示威能量是毋是会搁再提升，受到大家关心。记者综合报道。面对香港反送中抗争，中国官方的态度嘛大正硬。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顶礼拜来台湾访问，各台办的发言人马晓讲哦，昨日记者会就批评民进党邀请港独分子访问台湾，为暴力分子提供庇护，嘛互台湾成为避罪的天堂。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一家人顶礼拜来台湾访问，不过早起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伫例行记者会批评民进党邀请人是港独分子，这不只是无顾台湾民众安全甲福利，更将台湾加做避罪天堂。公然邀请港独分子访台，为暴力激进分子提供庇护，让台湾成为避罪天堂，为祸台乱台打开大门。伊批评民进党近期扮演真无光彩角色，是为搅乱香港得到选举利益。李中国官方口中的港独分子，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目前人正伫德国访问，并且甲德国外交部长马斯会面。中国外交部同款是咧批评德国严重影响两国关系。公然同这样的人接触，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已经向德方提出严正交涉。我要再次强调，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政府、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干预。中国官方极力将香港抗争看作是国内事务，不过黄之锋是将香港比作成伫咧新冷战局势内底新柏林，呼吁德国政府向中国转达，要解决香港问题绝对免靠武力，而是要落实真普选。Hong Kong is the new Berlin under the new Cold War. No matter sending troops or using martial law in Hong Kong are both not the way out. The only solution is let Hong Kong people enjoy the right of free election. 面对中国官方的炮火，台湾陆委会呼吁北京当局唔通袂顶袂当，就将责任撒互无存在外力介入。而伫台湾读大学胜利的香港学生，因为参加示威被控涉犯暴动罪，法院已经同意严假释出国读册。不过必须付新台币差不多80万的保释金。另外一名伫台湾技术大学读3年姓卢的香港学生，也得到法庭批准，用伫假释期间回来台湾继续读册。记者综合报道。过来政治新闻，咱来看，昨是台北市长郭文地做党了投奔到市议会施政报告。民进党市员王世坚是批评郭文地，甲台北市政府当作是民众党的中央党部，公器党用佮送伊刀佮签讲伊食人狗。国民党议员陈忠文嘛准备搭上纸条的画饼，对郭市长发声讲，爱伊市政优先。郭文地伫咧创立民众党了后，头一届去议会质询，台北市议员王世坚超工送伊一副刀签借口倒车讲郭文地食人狗，公器党用。台北市政府变做民众党中央党部，互人是看甲硬气。市府
联合医院、民众党、府院党一家亲，对市政资源这么肆无忌惮，巧取豪夺啊！这是名副其实的吃人够够，家人够够啦。为着要抵制郭文哲，议员随会随出步，还有人准备月饼送给郭文哲，改发声。台北的未来伫你的手里，爱郭文哲以市政为重。送你一句话啦，台北市民的话，我把它打开哈。台北未来在手中，在你的手中，希望市长你要全心施政。因为不管郭文哲当政不分，哪里的议员做伙抵制，就是要让郭文哲完成市政的报告。而且议员阁针对台北市政府顾问蔡碧如质疑伊无用民众党的事务，阁走去中选会关心总统连署的代志，要求伊一甲市府顾问的职务来辞掉。请蔡碧如辞掉市府顾问，凭什么要由我们台北市政府来发薪水，让蔡碧如来做台湾民众党的工作呢？好意思吗？请蔡碧如顾问，今天市长你报告的时候就宣布他退出、辞职、离职。面对议员三炮两炮，郭文哲嘛是有准备，强调讲一切拢依法来行政。公务员啊，包括政务官啊，我们原则上都会依法行政的哈，该请假的一定会请假的。那我也跟他们讲说哈，如果在时间上不能处理的，那该辞的要辞的。这我还是会依法行政的哈。郭文哲是台北市长，阁是民众党的主席。政党甲市府的界线要安怎存在？因为郭文哲的一举一动，外界拢特别关心。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伫天下12座的市政满意度的调查上尾名，昨民进党的立委佮议员到高雄市政府要求韩国瑜爱做到家己讲的哦，做无好就会罢免伊家己的政治承诺。也毋过韩国瑜常常出现哦，讲要请大来宾嘉宾开讲，嘛讲哦，伊若是做了无好会罢免伊家己，也毋过并无回应讲伊讲的事情。讲完了没有？讲完了没有？讲完到里面喝咖啡，来。原本应该是咧主持会议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常常出现，引起大家讨论。因为伊直接来找当地召开记者会，要甲伊罢免的民进党立委啊，有议员。韩国瑜讲来者拢是人客，请对方去红山办公室一楼的嘉宾厅坐咧，好好讲一下。啊，毋过过程当中，双方是一句来一句去。你自己说过的，做的不好的话，你们自己罢免自己。你的回答是什么？讲完了没有？他做的不好，我会罢免我自己。我再重申一遍，我会罢免我自己。市民朋友如果对我们的团队认为打拼的不够，努力不够，我当然可以罢免我自己。为什么不行？台湾民主史上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就从我身上开始，没有问题。韩国瑜讲，若是真正做无好，家己罢免家己嘛无问题。啊，毋过立赢的民意代表要求伊直接辞职来负责，却无得到正面的回应。双方虽人讲虽人的，韩国瑜也回呛讲，旧市府负责累累，后新市府真拍拼去补，而且嘛强调讲民调的结果伊接受，嘛承认讲市政府阁有爱检讨的空间。上尾用伊爱开会来做理由离开现场，啊，毋过也是有议员一直伫大声发口号。高雄完蛋，市政零蛋。不离个韩国瑜无受到影响，继续走行程。电脑是对政治案去台北参加立场服务促进会授证典礼，去用质疑批评前立委丁守中的这件代志，看起来伊较要紧这个部分。完全没有对丁守中委员不礼貌的意思，完全没有。这只是比喻选举的过程刚开始，大家这么肯定他，最后被一连串的抹黑、重伤、扭曲。韩国瑜呼吁外界爱甲伊的讲法看清楚，唔通斩头断尾，那就是讲佫惊引起风波。活动内已经坎坎坷坷的整合之路，佫加一个困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天气的变化，今仔日跟明仔载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哦，台湾各地跟外岛的大多数拢是多云好天的天气，也毋过加人北海岸、东北部地区，佮有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天气是真热真热，尤其是桃园、新竹、苗栗佮金门哦，恐惊温度会到36度左右哦，各地紫外线的指数冇可能会过量。目前伫菲律宾东方的海面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已经来到鹅銮鼻东南东方的海面上，未来嘛是有可能会增强为轻度风台的趋势。虽然各个预测的路线佫会变，也毋过看来应该是袂去影响到中秋连续假期的天气。明仔载就是中秋咯，虽然部分地区有可能会有短暂阵雨，也毋过嘛是有机会使看到月亮。
不过台北市天文馆是表示哦，今年月球地面在暗时9:32，离地球上方哦，24中到12:33才是满月，所以今年中秋会是15个月亮16圆哦，而且会是今年规年上细满月。再来看内政部公布国人平均寿命是创新高哦，平均是80.7岁哦。以地区来看哦，以台北市哦寿命是活上久，是83.6岁。上底名是台东县哦，只有75.8岁哦，差别8年。台东县的社福团体是呼吁讲，应该爱加强提升东部交通佮医疗的品质哦，嘛爱对弱势族群爱加照顾。医疗技术一直进步，老人的照顾品质也慢慢受到重视。台湾已经进入高龄社会。内政部11号公布1807年简约生命表，个人平均寿命上长寿的前3名是台北、新北甲新竹市，拢超过81岁。最后3名是屏东、花莲甲台东县，平均超过75岁。不过全国国民平均寿命提升到80.7岁，历年上悬。社福团体认为，东部比西部有较侪原住民接受照顾，可能这族群得到的健康照护资源不够，造成东部平均余命较输其他所在。他们的营养补给品还有保健食品的使用，运动量不足的这些问题都一直是存在。台东县卫生局表示，台东县民众平均余命已经比10年前提升将近2.37岁，未来会在县内大病院提升重症医疗甲癌症医疗品质，导致偏向离岛的医疗照顾，能够提升县民的寿命。从年初就开始，我们就引进这个像高医然后义大这个来协助我们一些偏乡或离岛的地区。虽然台湾人平均余命拢提悬，不过必须重视高龄人口的照顾。新北市11号公布，聚焦医护用3大面向政策，也利用无利用的土地建立老大人优先社区，结合我们的医疗、运动中心以及我们的安养，还有我们的产业进驻。甲资源丰富力度比起来，社区团体呼吁政府爱对东部高龄弱势族群投资更较侪照顾资源，有近城乡差距。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长苏贞昌伫大致里宣布确定高铁延伸到屏东的计划，提出4条路线的方案。交通部会来进行第2届评估审查。也毋过经费至少500亿起跳，我家是真烦恼讲高铁的基金恐惊无法度应付，高铁股票嘛已经连续2天。有学者嘛指出，高铁屏东站的运量有可能会比彰化站还少哦，开这么侪钱是要安怎回收呢？彰化高铁站平常时坐车的人无介济，根据统计，彰化站是全台湾出入人次上少的高铁站。这3个月来，大个月进出站的人次差不多伫57000人次到6万人次左右，平均每天较无2000人次。来4次啊。您觉得彰化站还是有存在的必要？对，因为还是有它的便利性。即摆行政院确定高铁延伸到屏东，虽然铁路局有估民国130年了后，高铁屏东站的入站量差不多4000至4500人次，但学者认为这款的运量高伤悬。等1个小时1班到6块座，还是我到左营可以有1个小时4班到7班的这个车子？就每一班车都会到屏东？我想不会的。这个就像彰化或者是苗栗一样，可能1个小时才会有1班车。对外界指期未来高铁屏东站效益无够，交通部长林佳龙认为这拢是误会。云林或彰化，它的效益还不够，那是因为停的班次少。高铁1年的盈余已经破100亿，这个在盖高铁的时候，很多人也说是会成为废铁，所以这个其实都是一种比较属于见树不见林的观点。国家对于建设考虑的都不只是在于什么时候回本，而是在于这个建设是不是公平对待国人。虽然行政院真有信心，但是因为目前路线规划、财务调度和工程兴建都还未定案，至少500亿起跳的兴建经费已经和高铁估价落2天，拜三上架落价35块外，落后将近4%。记者综合报道。
Google 伫2013年伫中华关起资料中心，昨又搁宣布要伫台南来起第2座的资料中心，是亚洲的第3座，投资的金额有几10亿。也毋过哦，资料中心需要大量的水甲灯。目前再生能源的发电条例是规定 ，Google 必须要使用2成到5成的绿灯。台湾市长黄伟哲是真烦恼讲绿灯无够，恐惊会去影响到投资。伫台南科学工业区占地差不多20.6公顷的土地，都是 Google 资料中心有定地，按算年底动工。这嘛是 Google 伫2013年伫中华关打造资料中心了后，伫台湾第2座资料中心，投资金额达到几十亿。啊，不过依照再生能源发电条例规定 ，Google 必须爱采购2成至5成绿电。台南市长黄伟哲烦恼讲，绿电供不应求，其中太阳能板的虚电共生案，到即阵阁卡伫农委会，一直无消息。呼吁中央赶紧审查，若无恐惊会破局。没有那么多绿电来供应给 Google 的这个资料中心就没有办法如期的这个设置，剩下就是交给中央。农委会协署批回讲，毋是挑工刁难，是审查资料不够完备，只要资料补交就会随审查。学者分析，因为资料中心需要建立真大的基础，电脑不停运算，毋若了水阁了电，要安怎降低用水用电量，一直拢是 Google 资料中心优化的目标。它大幅度的把物联网感测的技术，还有人工智慧的技术，这2个东西结合，整个在耗电量以及省水量的部分，怎么样能够大幅度的降低？不过，学者表示 ，Google 资料中心建立了后，会大量运用5G AI 等技术，对台湾产业转型升级有帮助。数据库的资料，这都对于这个 AI 的发展其实是有蛮大的益处。要做软硬结合的部分，你要提供这些数据的资料的时候，其实它都需要有很大的资料库。学者表示，因应5G 的时代，未来资料中心会愈起愈侪，用水用电问题也是 Google 未来一大挑战。今年1月 ，Google 嘛捌宣布，甲台南买1000万瓦的绿电，但是伺服器基房本身就真了电，未来用电的需求敢若会愈来愈悬。记者综合报道。又敢有人看到台湾乌熊哦？最近伫玉山南二段一个山厝，有登山客是翕到乌熊来找物件吃。专家是表示，即个南投出现的乌熊，甲花莲台东前一站出现的乌熊，应该是无共款的族群哦。也毋过确实是受到人为的影响，互乌熊到有人行大的所在来找物件吃。山屋内面晓甲乱七八糟，铁轨也互人拍开，物件嘛散甲规裤骹，一世界拢互人破坏。食了的酱料含罐头也甲一世界，到底是虾米人破坏的？清楚的卡印，还有一步一步乌色的白色物，有关处证实都是台湾乌熊。在山屋里面来出没的话，那可能跟游客的一个行为有关系，包括游客把食物啦放在山屋里面，或是厨余，他没有带下山，那引发黑熊来觅食。有关处表示，乌熊下片仔真赖，搁再加上即马山顶欠食物，山屋若是有食物件无保存得好，也是粪扫喷无早走，就会定定发生乌熊走入来，嘛含人类的活动范围发生冲突。最近包括6月份伫台东的无乐国小和花莲杜溪乡的清水林道，7月伫花莲的南安登山口，以及9月的玉山国家公园南二段。那区因西山屋都有发现乌熊，但是专家研判应该属于无共族群。那如果是在花莲、台东这一带的话，花莲主要是花莲花莲的话，它可能就是另外北部的一个黑熊族群，所以台东的话就是刚才是跟中央山脉南端比较同一个族群的一个归属这样。专家表示，中山脉南边属于乌熊族群稳定的区域。根据有关处的统计，全台湾差不多有600只乌熊，其中玉山就占240至300只，全台湾密度上悬。包括2月份的塔塔车南子山区保育研究站、鹿林小屋，4月的大铁山到林子山步道，7月伫瓦拉米步道口都有发现，显示这个时间点乌熊活动了真活跳。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环保局最近发现一间代理质加工工厂有头排废水的情形，就伫附近用冷压机来追踪，冇迄个证据哦，嘛需要求工厂爱停工。旧年式的垃圾水排落去水沟啊，环保局怀疑讲是这间厂房为着避免拍青镜，来到一个宿舍的冷压机，设定每10秒钟翕一张相片，连续到4天了，发现业者自早起到暗时拢伫头排垃圾水。水务法里面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列管事业，那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列管事业，必须要它的一个水量的排放要20吨。
那所以我们透过缩时摄影，我们去估算说这个行业它这个排放实际上有达到每天20吨。环保局表示，素食摄影会当精准地记录到头排水的时间，而且用排水的时间来算，嘛会当掌握业者一天头排水超过20吨，已经会当列管，而且适合用伫咧水污法。这个红沙溪变做牛脸色的，去溪查的时阵，业者原本阁想要环保，啊，毋过证据会讲话。你看这个直接排出去呢？没有，我们那边有用过滤。是啊，你看那个没有过滤完全出去啊。证据就藏伫咧面头前，这间代理就的加工厂落尾总算是承认，无甲切代理就加工制造的垃圾水处理过，就排去厂外水沟啊，过来以水务法订定相关规定来处罚，上济会当罚2000万的罚金，而且为着避免红山溪继续去互污染，嘛预计伫年底的时阵，甲红山溪部分的区段公告做水污染风地区，若是有偷排垃圾水，就会当处罚。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选出来上水水库的第1名武界坝，最近针对观光做一寡新的设施哦，也毋过目前游客来遮只会当行伫步道顶头来看风景。当地乡长就呼吁讲，希望会使加开放一寡区域，互游客会使深度来了解武界坝。美丽山配那是个水，这是全台湾票选上水水库第1名的武界坝。武界坝的功能是甲漏水溪水引入去日月潭，这除了是重要的水利发电设施，也是咱岛人爱重要的观光景点。最近，武界用高压电塔所用的废压原料，设置新的观光导览意向，还蛮有意向的，因为它是用台电的废材去做在地部落的指标，所以我觉得结合起来是还蛮有特别的味道。我们也透过这个机会绘制这个导览图，来增加游客来能够对这边有更深入的了解，也知道说他们的路线该怎么走。这摆重新设计导览系统为观光加分，报路相当的肯定。不过，目前游客敢来设伫步道边啊来欣赏水库的风景。部落希望台电当开放武界坝，让游客来参观。那未来是不是可以开放一个导览以及我们的游客服务中心那让游客都能够进入我们台电的一个设施因为那边的设施是非常的漂亮我们首先会先开放用申请的申请的时候我们人来导览然后我们再培养在地的人做导览员，在地的导览员来导览这样的话才可以避开危险区域。这座1934年完工的水坝，往日月潭的引水工程有15公里，内底有8座泵坑，占13公里。迄当阵是世界级长的泵坑，这座重要的水利发电设施，未来渐渐开放，相信会当吸引更加侪民众来认捌这的历史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泰国最近薰客推出新的包装，因为当地上新的规定是，所有无同款品牌的薰，拢必须要使用同款的包装哦。顶面阁有健康检视的相片。泰国是全亚洲第一个针对薰采取标准化包装的国家哦。反薰的团体是认为，对防治烟熏害应该会有效果。这个低分的客啊，有超过8成以上的面积，拢有打健康警示图案，也佮标示统一规格的品牌名，也佮生产地。消费者手头这个低分的客啊，唔若歹，也佮真惊人。这就是泰国即阵所有合格薰制品的标准模样。官方希望亲像安尼完全无广告效果的新包装，会使可劝人紧甲薰改掉，而且也互少年人莫有食薰的想法。The objective of this plain packaging is to make the packs less attractive, okay, as well as make the smoker more aware of the warning. 泰国食薰的人口有超过1100万人，差不多5个成年人就有1个人有食薰的习惯。以查甫人来讲，年岁差不多伫咧35岁到54岁，有一半的人拢会食薰。另外，伫咧13岁到17岁的未成年，也有1/6的人会食薰。因为薰的来源唔那是包装薰，也佮有粗俗的线装薰。130 baht, okay, it's almost 100 baht. It's taxed. But the problem in Thailand is that the loose tobacco, handle tobacco, the tax is still quite cheap. Yeah.
泰国当局规定，业者必须爱伫咧12月初之前，甲旧的薰壳包装换做是新的，若无照做，恐惊会去罚款4万泰铢。除了泰国是亚洲头一个安尼做以外，澳洲、英国、法国等10外个国家，最近也拢小连续甲薰壳的包装变装化。估计明年7月份，新加坡也会对咧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联合国上新公布一份气候变迁的报告，指出全球暖化、新冠粮食的危机建议民众改变食食的习惯，肉食较少一点啊。其实，伫欧美国家有真侪人因为环保的理念开始食菜，也毋过营养专家嘛是提醒，对地球优先嘛要特别注意家己的健康。食菜的人必须要特别注意，要补充蛋白质。罗麦特伫卖菜色甲水果，伊是纯素食主义者，支持食鸡团卡伊奈食谱。这间店无卖肉，完全下野理念。sau来，伊就来到朋友厝内准备料理，斗阵食饭。素食料理最近伫全球各地是真时行，除了为着健康，嘛愈来愈侪人甲罗麦特同款，希望为着救地球环境出一份力。Je pense que l'écologie, c'est vraiment le premier argument qui peut aider les gens à végétaliser leur alimentation. On leur explique les chiffres sur les émissions de gaz à effet de serre, on leur explique la consommation d'énergie qui est impliquée dans l'alimentation carnée ou lactée. 联合国上新的报告指出，人类粮食生产体系制造全球1/3的温室气体。若温室气体造成全球暖化，又可会增加粮食危机。为食的物件改变，较少食肉，嘛是对抗气候变迁的好办法。不过，伊家嘛提醒，该食素食要注意营养均衡，蛋白质都要食有够。Un régime bon pour la planète n'est pas forcément bon pour soi-même. Donc je pense qu'il faut être très vigilant. Si vous voulez abandonner les protéines animales, il faut être certain que vous compensez parfaitement avec des protéines végétales. 另外，这份报告嘛建议对抗暖化救地球，卖当为减少浪费开始。目前全球大约有13亿吨的食物用弹掉，就是有1/3拍算去。减少食物件，为食物件做改变，较少食肉，是每一个人拢当做会到的救地球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天狗类疫情，毋但伫台湾，伫东南亚地区也是真严重。伫来看澳洲一个专案的研究，以蠓虫来攻击蠓虫伫蠓虫的身躯去注一种细菌，互蠓失去传染天狗类的能力，希望会使彻底来消除天狗类。为菲律宾甲越南，世界拢能看到这种台湾也共款的画面。卫生单位人员摕到喷药机器，伫最高水塘者可能积水的所在喷药剂来消灭天狗症、看病蠓仔产生。毋过看伫专家眼内，这种治标无治本的方法，浪费人力物力资源，效果也有限。以澳洲蒙纳士大学为主体一个专案研究，世界蠓仔计划 WMP 提出以沃尔巴克氏体这种病菌作为根本防治天狗症的想法。1924年就被学者发现，沃尔巴克氏体是一种会影响虫卵生殖能力的病菌。WMP 研究团队的想法差不多是安尼。If a male insect has Wolbachia and mates with a female that doesn't, then the eggs she lays won't hatch. If the female has Wolbachia and the male doesn't, she would lay her normal number of eggs. They would all hatch, and all offspring will carry Wolbachia. When two insects that both carry Wolbachia mate, the eggs will hatch, and all offspring will carry Wolbachia. Over a few generations,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s carrying Wolbachia increases rapidly until nearly all the insects within a population have the bacteria. 也就是讲，以后这所在埃及版本这探病蠓仔，所有后代拢失去传播天狗症病毒能力。过去有研究显示，对防治马拉利亚黄疾病这共款照着探病蠓仔传播疾病有相当的帮助。研究团队先是为澳洲北部开始，慢慢将实验地点探到越南等国。这计划想法是真好了解，沃尔巴克氏体防毒病毒能力有证据支持。毋过困难点就伫实验所在地民众对研究单位要放更较侪蠓仔，一开始有未少疑虑。埃及版本生命周期差不多2礼拜到4礼拜，毋过也能用伫真大数环境之下活1年。这是天狗症往往伫疫情舒缓了后，隔年热天搁再度流行原因。而 WMP 研究团队的实验目前已经进行到第3阶段。
初期结果让大家拢真满意。而这种透过种群控制来禁绝传染病疫情的方法，最后效果如何，也佫需要时间来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日本之前正是限制半导体产业上重要的3种原料出口到南韩哦。南韩政府日前嘛向 WTO 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认为日本是因为不满利正征用工的判决，要求日本企业必须赔钱，才会对南韩来限制出口。日本今年7月初开始，针对半导体产业的重要3项原料，对南韩进行出口限制，了佮甲南韩为贸易优待名单内第3毒。在双方展开贸易战了后，南韩政府11号正式宣布，要向 WTO 世界贸易组织提起申诉，认为日本这是报复措施，违反 WTO 协议内的经济基石的原则。 일본의 세계 품목 수출 제한 조치는 일본 정부의 강요급 인사들이 수차례 언급한 데서 드러난 것처럼 우리 대법원의 강제징용 판결과 관련된 정치적인 동기로 이루어진 것입니다. 陆明熙表示，因为南韩是智慧手机晶片甲荧幕的主要供应商，日本的出口限制造成全球经济真严重的不确定性。南韩政府向 WTO 提出诉讼了后，解决争端的头一步会要求甲日本进行协商，要求取消出口的限制。但是有关无法度解决问题，会个要求 WTO 专家组对案件来做出裁决。 再来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昨大动作改造内阁，13名成员只有2个人无变，有13个人是新人哦。其中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后生，38岁自民党的自民党新生代的代表小泉进次郎出任环境大臣，是史上第3少年的内阁成员哦。伊嘛是未来首相正热门的人选。 美国有线电视 CNN 独家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继续泄露机密真珠的话，恐惊会造成间谍身份外流。也毋过，勘涉到这个事件，俄罗斯跟美国拢讲 CNN 是乌白报。 CNN 7月独家报道指出，2017年5月16日，美国总统川普伫白宫接见俄国外长拉夫洛夫，和迄当阵的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基斯利亚克时透露，由以色列提供牵涉到伊斯兰国 ISIS 敏感的情报资料。虽然和俄国间谍无直接的关联，但是川普管不掉家己嘴的行为，互美国情报部门真烦恼。川普嘛，可能伫咧和普廷见面的时阵漏泄机密资讯，造成间谍的身份见光，所以决定了后替你改名安排伫俄国的高阶间谍。当事人拉夫洛夫伫7日表示，迄当阵无讲到任何机密。 Никто в ходе этой беседы никому ника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или даже н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секретов не выдавал. CNN 指出，今日由美国中情局 CIA 伫咧10月当前吸收的间谍，伫俄国政府的官位这高升，最后会当直探总统普廷，甚至讲会当翕到普廷办公桌顶悬的机密文件，佮提供可靠的证据。2016年介入美国总统大选，就是普廷亲自下令。俄国媒体报道，该名间谍有可能名号做奥迪格斯·莫连科夫。克里姆林宫嘛证实，迄当阵伫政府部门做工课，确实是有这个人，但是伫咧几当前已经被开除，而且 工课嘛和普廷无直接的关系，佮批评 CNN 的报道是继续的消失情节。 但是美国媒体引用联邦调查局 FBI 的消息，找到住伫咧维吉尼亚州，敢若是斯莫连科夫的徛家，啊，毋过报道证实，白宫是指责 CNN 的报道无实在，就连迄当阵任 CIA 局长的现任国务卿蓬佩奥嘛表示，这篇报道完全错误。And I won't say anything more about it. I know the CIA put out a statement. Suffice to say that the reporting there is factually wrong. 目一个年，美国明年阁要进行总统大选，不管这篇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为着要阻止干污选举的事件搁再发生，美国各国之间一定会展开更加激烈的情报攻防。记者综合报道。 中秋航肉，真侪人拢会烘螃鱼，难道信义乡哦，则因为地震佮风台，本来有的螃鱼养殖咯中断20年，去年才开始有人开始吃哦，也则讲哦，附近溪水的水质是非常的清气，温度嘛拄好，吃出来螃鱼品质是真好。一个山里的养殖场，
饲出来鸭油，无人讲是家鱼，又个肥又个水。这是南投信义潭南部落，这饲鸭油的历史比双龙部落搁较早。不过受到天灾影响，潭南部落的鸭油产业长要20年。去年则有人投入复兴。包括我们潭南就有1、2、3、4，有5个在养。那地利那边也有一个，双龙有2个。是在民国几年的时候？84年左右的时候了。那后来延续经过921大地震啦。豪之台风就受损得蛮严重。鸭油对水质、水温、水量拢有一定的要求。业者看好潭南地下水站所流出来伏流水，天然无污染，是饲鸭油上好的所在。因为它的特殊的生理需求，所以需要的是甲含咱国可以啊，无这等等吼，可能也。伊需要温度会较偏低、较低一点嘛，所以爱一个阴凉的所在嘛。当然，我们玉仑溪的水质这么好，当然希望更多的人来投入这个养殖的行列啊，因为毕竟现在的海水的那个资源，包括重金属、包括塑胶为例的一些污染。水质所专家指出，鸭油市场通路济，价销袂歹。伊嘛提醒讲，鸭油有够感染到的疫病，若是有养殖相关的问题，会当找水质所也是管府的防治所来斗相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陕西图书馆哦，教小朋友家己动手来做古早时代佚佗物仔是真趣味，囡仔嘛拢真有创意，咱做回来看卖。我教的童玩都是你们在生活上。在家里头就拿得到的。为着让囡仔小热生活过了更加精彩，山西乡立图书馆特别办古早味佚佗物仔课程，利用生活中就当简单摕到的材料，教囡仔做伙动手做佚佗物仔。以前古早味小朋友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身边任何的花花草草、任何的器皿，都是我们最佳的玩具。这些玩具如果能够透过生活上再演化的话，我觉得对小朋友的创作力会有很大的进步。伫这节课内面，囡仔豆豆完成真侪项因家己的佚佗物仔，亲像是竹仔枪、竹仔台、纸干乐等等。因为是家己做的，唔但会当互囡仔更较有创造力，嘛互囡仔更较爱惜家己的囡仔耍。这是我的陀螺，这是我的陀螺。里面的玩具会玩，它就会玩坏掉，然后这个坏掉可以再修，不用再花钱买。你们回家还会做吗？会，我会做其他的。这个课程看起来是真简单，阁真好耍，但是除了好耍以外，老师嘛结合简单的物理知识、甲美感设计，刺激学生囡仔思考的能力。嘛透过这个活动，让这个世代的囡仔了解一寡传统古早味的文化，让因甲厝里的士大人有更较侪话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国姓乡北门国中有3位学生啊，为着要防止病虫害，虽然学校无专业仪器哦，也毋过老师甲学生啊，用生活中会使摕到的物件，就发展出真厉害的台糖技术，伫全国科展哦，摕到真侪届的第1名。明年的2月份会参加台湾国际科学展览会。这到遐是满世界，伫咧学校的壁边，也阁有树仔顶，拢看会到因的形影。南投最近出现这种号做细只乌狗虾，又阁被叫做U型琉璃虾的虫害。国姓乡北门国中的学生，借着长期对野外环境的观察，家己运用生物科技防治法来消灭这个狗虾。因为一般的农药都是对人体、对环境都有危害的，我们想要找出天然的方式，然后又可以杀死蚂蚁。我们这种重生真菌可以让蚂蚁交叉感染，而且可以达到降蚁群的效果。伊重新搁再制作真菌的方式除遐，需要真侪真菌的设备，不过学校的资源有限，老师想来想去，总算想出一个好办法。高压蒸汽锅当做实验室的主培养基的器材，那另外我们也特别去想办法生出了一个烘碗机，当做10几万的无菌操作台，用日常生活的器具代替专业的仪器。北门国中的学生成功消灭游戏琉璃虾，而且佮连续5年摕到全县市科学展览的第1名。明年2月份会参加台湾国际科学展览会，分享防治虫害的经验。记者综合报道。
南投县政府卫生局甲埔里的基督教病院举办一个真特别的抓棒球的比赛，互老大人的才算了安全又搁真欢喜。社区的爸啊、妈同齐跳舞，顶动身躯欢喜甲稳的，毋若安尼，大家阁会当做伙参加抓野球比赛。比赛规则是爱大家坐踮椅仔顶，袂当徛起来，手举一支纸做的棍仔，甲球滚入去纸箱仔内底，就会当得到分数。比赛过程是刺激甲互老大人心肝皮泡菜。唱迄个球啊，足刺激。啊，都老伙仔运动安尼，啊，都惊伊赢，啊，惊咱输安尼。啊，阮喊咧几时讲做安尼运动啊？县政府卫生局协助埔里基督教病院办嘉年华会，邀请埔里地区社区长期照顾甲关怀据点的老大人参加，拢总500多人斗阵运动。让这些长辈他们不会整天都待在家里面，他们可以出来活动。除了要让老人家食了健康、食了好，咱爱让老人家给运动。所以我最近也跟教育部还有卫福部在推动乐龄体适能。若有刺激佮好耍的比赛，主办单位嘛安排各社区传好食的点心佮农产品，互大家交流社区的特色，佮会当用打赚到的钱，摕来做长期照顾佮关怀据点的经费。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云林里乡的村民哦，因食菜功夫是真传统，因家大出的菜头佮梅龙龟仔煲拢摕来生，再来做成各种的真丰富的料理哦，无浪费佮好食。规桌顶菜头好料理，看到互人嘴烂擦擦地，饭拢加备几两碗。这毋是总铺师咧办倒，是社区妈妈伫咧点好手艺。因甲生过的菜头甲梅龙摕来煮菜，毋但有古早味，阁煮出在地好滋味。我吼做囡仔吼，就是庄较大呢。啊，阮老母拢是菜头啊煮猪肉，哦，过正就饭都好食哦。现场嘛有新住民妈妈用故乡的咖喱来煮菜，咸咸香香的滋味，真正是有够好食。说讲啊，你家己推出这啥物料理？咖喱煮咖喱，鸡肉煮咖喱，啊南椰奶。南椰奶啊？哎，啊，这起感觉啥物款？袂歹啊，啊咸路啊，咸路，算讲含大家分享你的料理。哎。伫过去农业社会，做田人爱补充盐分，在地村民都用家己种的菜色生来食。即马转来办这款一人煮一盘料理的活动，毋但互大家感情搁较好，嘛互社区搁较团结。阮庄脚所在的菜头啊，是阮的代表传统的好滋味，所以今日借大家妈妈教室妈妈的力量吼，咱来做一下菜头的衍生物，就是包括菜脯卵，然后菜头鸡、菜头鸭。转来望甲洗菜头这款的古早味变做在地的特色，嘛甲这款充满人情的好滋味推广互大家知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日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外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第2台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